动吃，来做事。嘛，等演煮落鸦片啊，种唔是讲鸦片有安泰的菜耶。係啊，冇帶人來看過啊。頭擺我細細就都要種菜啊，同阿婆啊就共我來種菜啊。細細的時間，菜園比人較多些啊。係啊，你細細時間差唔多5、60年前呢。係啊，係啊，做安尼。誒，真基本上很較泰。係啊，當久嘅啊。哦，懂得菜誒。那給你要採什麼菜給我吃？看啊，過嚟看啊，看什麼個菜啊？好啊。雜種你煮啊。給片咩油？好啊，過嚟看啊咧。你帶來行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要在哪邊冇看過？這個梨子嗎？沒啦，要鹹頭。鹹頭，哎，鹹頭不是那個省名的省那個鹹頭，不是，這是鹹頭。給它做的什麼？給它蠻好食的。啊，這還不行啊。想要做一下神呢。食配用啦，你這邊雜配用。這邊有乜嘅？你看啦，呢度喎，肉配咧乜嘅都有。哦。好了，因為放肉配的時候，也肉配的當好食。好什麼啊？可以加個時節啦，當好食啦。哦。放肉啊，看哪一較好？看啊。啊，嗰條好啦，嗰條。你放嗰條肉配咧。動上動態呢？係啊，嗰較睇條。我細腻哦。冇放過。冇放過嗬。多少幾啊？要沒？咩人哋放？要沒吧？我放一個板凳。哦，板凳，冇斷，會斷掉了。等一下，怎麼？好，卡住了，你確定？做對了。對，做對。我來。我來。哎，不小了呢。對呀。不過我以為會很較胎，因為它上面這麼大。它的品種冇同樣啊。哦，這圓圓的。哎，對，圓的，對。你講啊，那個蘿蔔好像要裂較多較厚。對，比較成熟。哎呦，好東西。好。啊，也有乜嘅？呀。有哪啲？菜筍的啦。芥菜吧。芥菜菜筍的。哦，菜筍的。唔講係啲絲同坤都係菜筍哦，都較細、較短的啦。你有暗蟲啊？同樣也冇同樣嘅菜筍，也當好食咯。爭嘛？會啊，佢也動力會。有嘅嗬，哇，摘一條啊。唔咩啦，你摘菜唔不是整個拔起來，你就摘一個。沒有按嚟摘嘅，要摘按嚟一順嚟摘嘅。哦，所以那菜絲同坤都會講摘好嘅。哎，對。就一包一包，一種。你要怎麼摘？要一條一條的摘。直接折斷。凹團的就好啊。哦。底下帶呀。這個。啊這樣凹。啊你。哦，有點像那個你頭髮摘茶嘅。對。然後採茶一樣，一心二意那種感覺。對。摘吧。係啊，要當好食嚟呀。你睇嚟啊，上禮拜同我堂講哥哥講叫做嘅發菜哦。有啊，做發菜乾啦，西發菜乾。你等一下去請哥哥啊。係啊。個鴨味呢？你鴨味啊？啊，鴨冇嚟啦。你做皮料嘅。行。哥，你講嘅做嘅乜嘅那個嘛？發菜乾呐。係啊。大家在做咩？我看過。你看這個，我以前張坤都要給時節了，我都一直覺得說這個很像那個什麼金針菇有冇？哦。對，第二個發菜乾。用白嘅做得吧？可以用手吧？啊，你不睇？唔是太太驢。太驢。
較好，睇細吼，西有門日啊，看唔到吧？没按胎诶，塞一轮又要按 C 喏，我们塞走嘅啊，走走嘅就會變乾啊。水要出嚟啊，係啊係啊，茶太多诶，看。搶日都太太累啦。誒，太累啦，差唔多穿咗。那个你丢迄 C 时节就有吃过那个东西的嘛？有啊，食唔起啊，食唔起就大塞晒啊，冇大手。嘿哦，這個是以前就這樣子。客家人的智慧啦。那你小时候有幫忙做嗎？你有聽出做嗎？我冇，我較細，乜嘅做一手做。啊，你講到啊，你這個沒冇做過24呢？啊？錯啦錯啦，嗱，睇到24呢，蠻蠻硬嘅。啊，你這個都冇做過。七做八做做一台被穿錢嘅。係啊，啊，跟這些時節哦，你都喺度嘅安尼橋啊，長期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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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也常常過來這邊串門子。係啊，跟你這些時節老亞下有乜嘅無強用冇講反鏡啊，很用嘅。那看到迄冇乜嘅無強用嘅東西，都差唔多。頭擺佢面前種茶呀，佢全部變種茶。對啊，係啊，佢本人買這個。係啊，就有嘅啊。冇佢本來就有嘅啦。不過我印象最深刻，這時節有些冬天來嘛，過年時過了的時節了，那個霧很濃。哦，對對對，連堂公什麼霧都對都不相信。很濃，山芋霧，山芋霧最濃。有一年哦，睡覺的時候都把窗戶打開來，哎，好像住山上一樣，那個整個霧這樣飄進來，都看不到呢。那個印象很深刻。以前那是以前，現在比較不會。現在不會。他看個網線的哦。哎，哦，太陡了，都拔不掉。你曬起了冇到呢？曬起了一系列。你說就會變那個，我剛剛那個乾在哪裡？對呀，變這樣這麼小。這個呀，呀。我這摘起來應該也差不多哎。你剛剛看的你剛剛看的那個也是3朵。真的嗎？對啊。這麼，因為這個這樣差不多這樣吧？應該差不多這樣。這樣啦，這麼大，大顆一點，比較大。你終於不卡坑來曬耶。我這聞起來真的就很有那個福菜那種感覺。福菜。煮湯很好喝那種。曬乾啦。這都切完了。我覺得壓好咧，我煎鹽水將個湯係嘛？唔係，先做滾水，不要落去湯湯嘅就做得咧。哎呦，好來，來去。好。差唔多通幾久啊？哦，好咧，好咧哦，門都做好咧。哦，按夾好。一下做好咧。啊。誒，這有加過鹽係嘛？有啊，鹽落去。要加鹽真唔係快踢。哦，按小碗樣嘅。誒，湯膏就已經有縮一點點。對。來爆開來啊。哦。要不哈？誒，凍燒呢？凍燒哦。燙呢？會有一點燙哦。排好來，排好來，這樣曬得到。你們怎麼都不會燙？一點點，一點點來。現在還好了。被發現。習慣了就好了。冇煮飯咧。啊，哥哥，你喺細時就有做過要嘅，就按嚟做。以前種下豆啊，按豆顏色，冇種下豆這樣子的，這唔係這樣啦。一次的量就比較大。哦。沒來，它產期一來就一起來了，所以吃不完就把它曬起來了，曬起來做乾啊，慢慢的食啊。這麼浪費它。哦，按你就好咧，按你曬太陽就做得咧。對的。對。老人家傳承下來嘅，嗱細個嗬，我要踢皮咧強味，我係一啲啲咧樣嘅脆。太陽的味道。對對對，太陽的味道。其實這些時節有些是好什麼在三合院嘛。對啊，曬到個無糖嘅呀，曬到無糖嘅，都冇安尼用冇啦，冇安尼曬啦。他不都用天拿下啦？係啦，到天拿下燒啊。對對對，曬黑夾。所以他改米西對你嚟講，係是什麼？是什麼？小時候你就是吃這種味道嘛，鹹鹹的。對呀對呀，香香鹹鹹嘅。係啊。係啊。大概有3年的時間，你常常就講說有一間什麼麵店。哦，對，跟那個賴辛苦嘅啦。哦。佢本用別名嘅。佢本來上班，等我一個是等候是。沒有。然後英雄宮黑麵，很大碗，我記得很大碗，然後那個好像什麼
什么肉，就懂台湾的呢。它那个油葱那些都很香。那个牛的，又好吃啦。哎呀，给后生，一个是猪啊，一个是猪哦，一个是猪啊。好啊，那赶快晒一晒，等下去吃。洗幾日就冇好啊，廠家人講講啊。我洗幾日哦？係啊。唔講啊，今日按不掉就上洗掉了。前2日哈就洗掉去啦。啊。將本嚟帶轉。哎，讚，那今日按不掉就等下就臭來洗啦。哎呀，等下。啊呀，做唔得食。做唔得食。啊，冇差幾日，走，去吃麵。你好。你好。吃面呐。哎呀，对啊，看是马盖。老板，那我要那个。啊，不好意思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厨房还在准备，还没准备好。还没好哎。还没好哦。对啊。那。对，因为缅甸这个印象很深刻，就是肉很大块。对。哎，哈嘎尼就是大气，呀，他是缅懂行库还是去嘎州？这个做看火车喽。那面熟了就皮豆给那种很熟悉的味道，很香哦，家乡味。妈，你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吗？那广告词呢？就是这个味儿，就会要当米西啊。懂吃，来做事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吃面呐。对啊，对啊，看是马盖。老板，那我要那个。啊，不好意思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厨房还在准备，还没准备好。还没好哎。还没好哦。对啊。那会很久吗？还是？那个稍等一下哦。那天数嘛。那我让妈妈来跟你帮忙好不好？真的？这样。那就切大骨肉哦。切大骨肉，哎，大骨肉好吃啊。好。哎，真的招牌。贵牛的嘛。猪头肉，猪头肉后生的哦。那我们帮忙切，早点吃到。好啊。都对喽，都对喽。好。我很用按胎呆哦，肉这么大块，那切了就可以吃了嘛。哎，还要挑哦，有一些的部分不能吃。哦，有吗？这个是哪个部位？就是猪脸颊。面啊，面懂后生的，那嚼劲很有嚼劲。对。可是我这样看都可以吃啊，那边动不得哪里不能吃？像有的肥的就要把它去掉。哦。哇，好太讲究了，因为我看到都有肥。宽有都懂后生的。那个对缅甸。这个印象很深刻，就是要边面哦，要边面就是肉很大块。对。你的腿被塞这么安排，就是小块的。可是就是因为要有一个那厚度，它吃起来才不会说那个才会有嚼劲。对。因为哈嘎尼就是大气，它吃东西要大。像这个肥的都把它要去。哦，这个就不能吃哦。对，像这个会腻。好了，我可以试试看哦。我要切吗？然后就讲嘞。我切看哈。呀，他身边懂行库还是去嘎州？去嘎州看火车喽。体验怎么切都可以吗？哎，可以。它只要就是有一些就肥的，就把它薄薄的切掉就可以。OK。很不哦。很不哦。很不切咯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也得做得好。这么切太大会亏本。对，那个可以切小一点，那个可以吃。没人啊，切较细啲的，可是猛讲看做得什么啦。阿妈，你吃几多年了呀？你吃多少年了？我吃多年的，多年的。要这个开几年？那边下开了80年了呢。他比我老了。哦，他比你老。看得出来。哦，这个面店这么资深呢。对。哎，你几多岁开始？差不多19岁干哈吧，19岁10几岁。19岁。哎，他们差不多10几岁，60年有没有？对啊，就后来去台北磨时间都是。你那时候吃的时候，应该不是这个老板娘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他已经第4代了，第3代。第3代，你给我指谁就是赖幸奎。对，就是他嘿啊。就是长那样的。对，他长怎样我也忘记。要不啊？有印象吗？太久的啦，太久的哦。哎，台湾人啊。哎。要么该啊？木竹。
木竹都在吃哦。可以吃了眼睛会更亮。哎，平常时有吃过黑跟木竹啊，好像没有吃过猪的眼睛。那今天吃吃看。可以吃，这个现在可以吃吗？它现在是熟了，可以吃，但是汤锅会更好吃。哎，我吃过呢。吃过或什么？表情啊，是的。你通看呢后生后什么？来看你表情冇。没有，我觉得心里有点作用，但味道就是猪头肉的味道，其实很 Q 哎。它是 QQ 嚼劲。很 Q。我可以吃哦。你说黑黑的要拿掉的，通常。是可以吃啦，就是也可以吃啊。是可以吃，就是像那个鱼眼睛这样。好吃的。其实蛮 Q 的。哦，要这种哈嘎米西哦，真的会怀念。老板，我跟你讲个故事，就是，因为我妈每年都会带我们来吃嘛，可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住在苗栗这边，那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就绕过来吃。有一次我记得我跟人来朋友哦，去农村台中吧，去撩，转了又转台北的时间，想讲，哎呀，东西会吃一个面哦，就绕过来吃。结果绕过来以后，我在排队，就一转头，我看到我的哥哥哎，啊这么巧，哇，这么我就问说，了，你怎么在这边？一个哦，他去台东工作出差，也是然后来空用，宋卫生就绕过来，所以我觉得他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，就说哎，要跟米西哦，就后生在哈嘎米，所以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坐过来，在同一间面店遇到，就讲这个赖新奎懂了以后，来尝试讲赖新奎后生。淡眼猪肉生哦，真的，今天又要再吃一次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，那谢谢2位的帮忙。那我先去准备那个美食。好，杜卡泰波呢哦，好，有多些是卡泰。然后油葱多加一些。哎，哈嘎咪。啊，对，这是古早味。谢谢。看哦，那平常时也有练习，所以切都唔会差，做对了。按泰国的哦。泰国就好食的呀。在泰啦，在泰地啦，嘿啦。哦，你比老板还较慷慨。切的没难用啊。对呀，切太厚了。真紧呢，这面松了就皮豆给到很熟悉的味道。东香哦，家乡味。我其实也有好一阵子没有吃。对啊。以前我来这边吃面，我都会先喝汤嘛。哦。因为吃到这汤的味道就是东香，就客家味啊。对。妈，你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吗？那广告词呢？就是这个味儿，就会要到米西啊。真的，那吃这个东西就会想到很多以前我们小时候，好像每年都会全家一起过来吃面那种感觉。对啊，然后带你的来吃的，好吃的。没有一定要什么大鱼大肉，反正全家过来好像习惯每年过年的一个行程就是来吃这边，然后来拜年啊，或者嘛改那里行。真的吃到哦。黑腿被吃懂都会面以后，会觉得说，虽然通货膨胀，好像东西都变贵，这边东西也会涨价啦。对啊。可是一定啊。你看这个肉，很台北哦。对，那台北是小小的，还有这个骨头肉，哪有人在那么厚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吃的。长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就真的很好吃。你吃的比我还久，你一定比我更了解。对呀，比呀。而且它不止这个肉大，它连面的肉都这么大。这真的太大了。这个安台的。那个同货真的。我觉得味道真的。东江啊，那米都东江。我就一直想到说，小时候来这边的时候都很热闹，好像不会讲说是特别过来吃，很像是说。反正就是一个行程，好像固定的行程，回来就是来吃面，就是这个面味道。因为它真的我也不会讲，它面老腿边没有通用，腿边好像找不到这么粗啊，然后那种口感的那种油面条。客家面。这半条面是客家半条。妈，你懂后晕呢？你还做在吃到你这些时间的米西。我也有一个小时候味道想吃，你点嘛干哦？中了啦，你特别猪头跟腌。
是爱包的种诶，你看几多年呢？我讲了哦，几多年，10年有没有？19年了。你就讲他妈该贴贴嘛，东西准备动作按麻烦。对呀。那今年有没有？你试些时间米西哪没有分？你包粽子给我知道吗？今年了。哎呀。好啊好啊，要试包，你包啊，包真的哦。哦，那少来说。包粽的不是。我帮你一起包。好。好。分数包啊。好了。好。调高哥。那不。哎呦，今年很勇的啊，怎么这么阿萨里？读中的呀。你讲好哎，你终于答应了，讲几多年呢？你天数19年。19年。我唔晓得做。哎呀，我答应你讲我天数诶。哎，你讲爱做乜解？爱炒系样。咩？先按那个那个香菇佬嘅，那个头佬切脱去。哦。再切脱。腌糜。哦，腌糜。留下嘅煮好。留下嘅不用调味。咩？你拿一只盘嚟装。盘呢？要几好咧？我切猪肉唔装嘅呢哈。好啊。那就先煎下嘅咩？先煎好了，等下还要切。然后你讲，真今天期待很久15年呢，不会讲短短的时间呢。对呀。董你讲那个味道啊，会连接很多自己的画面嘛。哦。你当时吃在辛苦迄上班嘛？系呀。我那上班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因为我印象中我出生以后，你好像就没有在上班了。没，当然了，结婚以后就没有了吧。对呀，所以你吃到那个味道，你就会想到以前上班的画面。对呀。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吃到粽子会想到什么。会想到什么？会想到什么？唔低耶，海芒生唔低哦。不过我以前就听人家讲，譬如说哪些做哈塔熊哦，对呀。因为他以前有很多那个会的熊型啊。对呀。做唔得做来台湾，啲做条路咩，我过的。就去个上办法做喺台湾。台湾的米汤。嘿，真嘅冇骗人哦。其实实体以后哦，会揪出来哦。就想念台湾哦。系啊。咱等下失踪会揪出来嘛？按丢冇失了。就会按人讲嘅。这味道很重要，你还那么久不给我吃到，今天应该就真的吃到了哦。对呀，这个粥尾啊，天数粥啊。天数粥，哎呀，那我做就不正宗，应该全部给你自己做。不会啊，爱装料的，你天数薄啊。你因为按上生涯米稀嘿呢，吃习惯哦。吃习惯，妈妈的味道。不是你煮的东西，那一吃就是有感觉。对呀。你记不记得有时候在家里你买个卤好的，或者说像什么？忘记那些小草啊或什么的，那就问你讲，也唔免煮的吼，你还买哦，那一吃就会有那个味道啊，对，就是妈妈的味道啊，就不一样的味道，真的是不一样。这不是说我特别厉害，我记得哥哥也分得出来，对啊，就是大家都分得出来自己家里面的味道，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去外面吃粽子哦，我会想说我要找那个以前阿婆包过的那种味道，或是你包过的味道，有吃过。冻葱的啦，不过还黑冇空用。好嘞。好嘞。有你弄一点点油下去，然后爆这个，油不用太多哦，因为这本身就有那个肥猪肉的。一点点。别个黑嘛。可能好了，给你表演。你要给他那个，你的火好像不够大吗？冇糖豆上没有，刚开始，它刚开始可能还没热。有葱冇？有啦，错了。那你就有了没？系啊。这个肉中不是调米啊？忙啊。是干嘛该调油啊？等一下。不用先腌的。不用，你就等几秒钟还要切香菇。啊，你张口是唔会做推你用吼？特别阿婆按道说，40人先当中挨那又好，还攞嘅學做菜。冇機會，係啊，冇機會好學。迄因為爸爸會做嘿哦。爸係吧？我煮半日就是啦。買就好了啊，要還有懂你妹唔會做菜，咩向我省法啦。行人咩較省啊？即個煮啊。奇怪哦，每一個東西的米絲都按蟲，對，加起來又唔會講太蟲，就好食。就好食，有對，哈嘎米出來咧，就有油蔥味的味道。有聞到哈嘎米的那油蔥的味道，好香哦。你的鼻子好了。
塞住也闻到，你看这多香。你看哎呀，你像一个肉豆一样的有吗？哦，凹下去，不对，太难了。不对了，不对了，这个把它进来，一只手把它撑进来，然后这样子。安尼，你做的怎么那么就唔会。懂吃，来做事。那压他做错呀，就会看那网络对呀，查对呀，说，对呀。唔过看下，也还突然有讲哦，做错那就唔记得，没有记起来。哎呦，20个煮了又再过来。再看。系啊，再看啊，系啊。以我的经验，应该会差唔多的吼。大概改下。我改下。好，你改这，改下给。也不用把水挤掉嘛，哎，总像有毛。不要那么大团，它瘦的会挤才挤得出来啊。毛啦，其实毛蛮该水。就是真的要挤的话，可能也不好。小一点挤。对，不好挤。应该还可以了，还好了。毛啦，你看。好了。会着呢。好，可以放下来。下。哎，放到这里啊。对。来。这个料好像还蛮多的。这个如果我炒会影响它的味道吗？不会。啊，不会哦。那给你炒。快，滚它。来了。换大厨。这样我才有参与关键的味道。哎，去搞家地夫卡，没有常啦，不过还是会注意它。都在翻给你看。哦。喂。啊，都在吗？做得。哦呦。好了。好，都在了。好，差不多，我把虾米落去了。好。还没炒没有？对呀，还要煸一下嘛。哦。都是干的。对，等一下加那个一点酱油、油葱酥下去就不会干啦。哎，哈密嘎那个马上那个味道，味道就有出来了。哎呀，也还蛮别多啦。还没开始就已经有闻到那个很浓的那个味道。哎呦，董熊哦。4S 节好像当年5件嘛，5件我回家的时候就有个印象，就是打开来那个客厅啊，铝门窗打开，就看到你在以前客厅中间会有一个那个，对，会有很多绳子，你桌子上面就放很多绳子。我一直觉得那个还有粽叶，对，很好玩呐。然后小时候还要帮你一起洗粽叶，对呀。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小时候一个好像应该要有的仪式感的东西。你借做一套粽。哎，骨头就像会生。啊，你就没有包，你为什么最后都不包？没有啊，我饭买给你吃啊。哎，我也没有让你想过，端午节的时候可能去买一些粽子啊，有些不是蛮有名的嘛。对呀。就是少一位，就少你这一位。黑暗的啊，那你应该差不多嘞。好，啊，都要给啊，对，侬唔记得嘞？咩炒？哎，炒啊，然后都不用偷油，用系列偷。那个。你那咪西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东西都用手去挖，所以它就闻你手的味道？对，有可能啦。我有洗手啦。加味的，妈妈的味，没有用手挖就没有味道了，就少一味。有洗手啦。哦，有洗手。然后用系列偷油。哦，偷油啊。要油膏。这是酱油膏，你自己倒，我不知道怎么倒，好可怕。倒太多就完蛋了。对，这个也是凭感觉。啊，酱油什么时候加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先把这个加下去，尝一下味道。啊，我有按抖哦。哦，这个物尽其用。啊，不要浪费呀。有。哦。现在又有另外一种香味了。对呀，那有。油葱酥的香味，奇怪哦，每一个东西米西都按虫，对，啊加起来又唔会讲太虫，就好食，就好食，油哎，对，哈嘎米出来嘞，就有油葱味的味道，有皮到哈嘎米那油葱的味道，哦，好香哦，你的鼻子好了哦，塞住也闻到，你看这多香，你可以吃一块肉看看有味道吗？这个，哦对，那个，这个，大喊。走的，不用再加，我就。你这个吃可能有吗？有米嘞啊！来，挑油。不要了。
不要。可以唔吃诶，这样已经够味了。那就拿去了。晓得吗？那你就按里面拿去了用嘛干嘛？来，拿有豆，用豆会较咸。拿豆。好嘞。我终于要包了，为了纪念这一个难得的时刻，我请了安安还有吴泽宇来纪念这个味道，然后他们可以传承下去。你们赶快加油，开始！以后要学哦，要学哦，要学哦，对不？加油，给你饭，加油，加油 ，Go！ 哎，我们真的不会啦，要怎么包？这样子，这个为什么2张？2张才够啊！你看这个有正反面哈，这个是要这样子，然后交叉不一样，要骨头都弄掰哈。然后你把它这样子对折。等一下，你会吗？这样吧，就头尾交叉的意思。对，然后这个也有分正反面哦，就是有凸凸的下面。对。哦，哎，你领悟力比较高，就交给你了。然后这样子。你看你先这样。过来不捞起，安尼包，有冇？这样。你这手你输爱安尼，你看哎呀，安尼像一个漏斗一样的，有冇？哦，凹下去，不对，太难了。不对了，这样你看，安尼，稍微弯一下，然后这个把它进来，这手把它撑进来，然后这样子，安尼。你做的怎么那么奇怪？就不会啊，这些时间你马上搞，你为什么小时候都不教我？小时候你们就还小，唔会啊，去甲做较夹啊。石头公还是我小时候怎样很坏吗？不愿意学嘞，结果是你不教我。没啦，总会下摆也要懂魔怪啦。慢是。有一摆唔是做乜嘅，俺们唔记得咧。欠到啊，然后管都偏速度的，能记得吗？那个。系啊，能记得吗？慢是你们唔记得。就偏受体不会，你把灯都关掉。对啊，然后你关灯。右上角有个窗户，我现在想想，感觉好像那时候像坐牢一样，全黑的，上面一个那个窗户亮光，你就觉得很可怕啊！你又不让我出去。其实啊，你们懂吗？阿伯这边就有了。那个意思都喇叭手打开就好了。那不底，那时候哪知道？哎，那头发。操！对的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很生气，我就在那边踢来踢去，想要引起你注意，结果好像把脸盆把那个洗澡盆啦，而且那澡盆好像是绿色的用哎，对，我很常在用的那一个，我把它踢破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不知道，忘记了。哎呀，就那一次嘛，其他的时间都差不多乖乖的。哎呀，乖乖的。锅贴的都乖乖的。对，哎呀，应该要教那个吴泽宇包粽子。对。安南也要学，泽宇也要学，这也要学，对吧？来学习中，学习包粽子，嘿，还是不会合上哎，不会合上啊。对，饭，卡多嘞，多一点。就这样子就对啊，然后你把它2个凹进去，你看我合上去，把它尽量压，然后这2边折起来，2边这样子折起来，折进去，对。唔讲来洗再折进去一点嘛，唔讲来洗一个怪怪，唔讲来因为记得讲，不卡就会变个作秀诶。我有，做嘛会变个作秀？冇作秀啊，吓唔也得啊。啊，你们家小时候会有阻止打小孩这件事情吗？没有，好像是衣架，好像怪怪呢，我不知道嘞。因为人上多少个，因为压喊诶，喊起有作秀诶，奇怪。喊呀来呀。我要喊你那套嘞。啊嘞。对呀，我的形都很奇怪，可以帮。那这个粽叶没有弄好，太开是不是？对，咸起来呀。开落就好了呀。冇啊，人冇咸手，你等下当冇可能。好是。安尼。你这个为什么捏到扁扁的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说要盖嘛？这样子。这样，然后这2边把它压下来。然后把这个这样折，对呀，然后再塌下来。对，那接点拿走，我把它丢进来，垂垂欲坠。
好了，按豆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哦。好拿去蒸的啦我。先拿去蒸。好啦，你帮爸比去一起蒸。去拿粽子去蒸。过来。这要抽出来嘛？对对对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。走，走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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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，这边，压片，来，你先拿着，把放进去，放进去，然后贴好皮，按下去 ，OK，go。刚刚炒的时候，纹是有批豆回来，批豆香啦。我觉得不错，可能我自己不能说不好吃啊。好吃吗？空用一激发就是这个味儿，耶，就要这么些，哎，奇怪哦。哎，粥要红3、4年以后，我记得有一天哦，哥哥突然跟我讲说，现在做的怎么样？哎，如果有缺点跟我讲，我就哈，哦，那时候心里想说，应该不用吧。后来就有点后悔没有跟他谈。懂吃懂吃，来做事。今年嘅食材都準備好咧，要加拿到一個豬頭肉，豬頭肉，還有那個拉辛苦的豬頭肉，豬頭還有那個炒花菜乾，哥哥做的花菜乾。用開火先等一下，我個問。哦，捏的當用油嘛，那英雄地都愛出世時間，你就冇做條路，唔過然後湯唔講過，唔做細個係嘛？係啊，都在讀幼稚園的時間啦，我就想講本去讀幼稚園啊，我就去上班啊。記得你啱啱講過，我中班好像只讀了1天，用嘅呢中班當念1天聽聽。我就到個公司附近的做人家幼稚園啊，我當豬頭就想講了當豬走去看，看到人睇個水木，唔就同佢叫啊，唔就同老妹唔水木啊，就同佢叫啊，我就想講，就冇喜好嘅，就拿西裝來做啊。哦，是哦。係啊，唔啲得黏你。我有這麼黏你嗎？你不知道你懂黏哦。沒有印象。係啊係啊，哪怕唔是全部炒太，哦太火嘞，哎，哦唔太的呢。唔按太火。啊，韓國其他事情不你寫為嘛？有哦，記得唔讀開學，有擺個那個乜嘅咧，視網膜剝落。哦，有啦，這個一定記得的啊。係啊，還好。後底有種。後底嘅啦，爸爸堅持哎，係唔種得開。後底有坤哦。係啊，係冇個動嚴重咧。係啊，那踩一些就坤唔到咧。係啊。真緊。那唐一倫呢？迄懂乖啊，也沒有很黏你啊，只是。就是他也讓。意外。細懂黏哦。啊，記得有件事情哦，那記得你來 V， 然後我一直哭，我就在陽台那邊，然後追你，對，跟爸爸的車子，對，然後對追到巷口去，我記得有一件這件事情，對，我們記得，但是我們唔定一太嘅時間，我也不記得，那應該幼稚園吧，然後就記得講，然後就一直衝，那時候你們車停車場，然後開出來的時候，我還就跟着那個車尾燈。然後追哈，家裡那巷子很多啊，因為彎過去我就衝啊，彎過去，所以你一直沒看到我。到最後是到了要出巷口的時候，你才看到我。哦，然後我就上車了。很離那邊，我就記得這件事情，印象很深刻，一直哭啊，我都困天亮沒啊。細時間念阿爸咪當念哦，真爽好嘛。啊，呀下烏嘴咩係當念爸爸媽媽共用啊。所以全部生人嚟做呢，放一點頭油，頭油搞好。哎呀，吃到你海港你做菜哦，好像都離不開醬油膏、醬油，就是一點點，還有酒這樣，一點點就好。啊，是啊，爆香。對。好，是客家料理都這樣嗎？一定要加醬油？看菜吧。你看我們最有名的姜絲大腸醬油，連姜絲大腸也有加醬油。姜絲大腸有一點點吧，我記得也會加一點點醬油。應該是香味吧。懂下飯應該懂下飯。懂叉飯。叉飯。
哎，6隻位，呀，对，这样呢，做好嘞，也唔是表面多啦，超比熊啊，啊，这都你很在意的颜色哦，颜色啊，香味啊，颜色很重要，有吗？对啊，较好食啦。不过差不多了哦。做得嘞，你去阿里山，是拢会讲台湾读国中的时间，总嘛讲俺们唔记得嘞，做嘛？嘛系慢人去做因的啊，讲唔倒带茶后背啊，哦，阿弟啊，迄是较好教，伊到福建都无讲的啦，较好教啦，较好教。古时候给我是就是有点像那种人家那种成群结党会打架那样。就那一天是好像是园游会，MD 啊，他们就找人说要找我聊一聊，就觉得讲讲哎，所以我就叫爸爸来接我。那个是广东人啊，我来请来聊天，所以那时候很害怕，我就躲在那个像拍电影一样，躲在那个车子后座的下面，然后拿一个毯子把它盖起来，然后出校门口。跟我什么空然后你供啊？那时候你就觉得我很皮哦，我怎么可能敢跟你讲这个？那之后是都阿里山在乱供的嘛？系啊。唔記得咧哦，唔記得，我唔記得，係啊，我有起來咧，差唔多咧啊，誒，差唔多咧，好咧，都骨槍來啊，做得啦，做得啦，做得啦，哎呦，紅醬呢？好咧哦，安尼做得咧，哦，好啦。哎，等我差不多嘞。哦，刚刚也飘起来。哦，好像烫。你以前有教过我，要拿起来要这样。对对对，还某个水我印跌了。啊，1、2。哦，哦哟。我做的是6。哇。标都也好诶，标一下，标一下。加个一声。按手，哦。哦，来。哎，安来吃粽子安。多的，出来说。啊好。完成了，今天我算算我炒的吧，算我炒的吧，算你炒的。先来吃看看，好，看味道怎样。服务，你要再配一个那个法菜乾，你吃看呢？吃看呢？可以哦。手艺有没有进步？可以哦。我记得来做本身，这不是第一次，那是不是有越来越进步？有。第一拜做嘛个？第一拜做卤肉吧，我记得是卤肉。卤肉。然后第2次我印象中是客家小炒。客家小炒。所以这是第3次煮的。第3次有3就会有4，所以期待。好，我期待。是可能。还100万保中呢。好什么？我自己觉得还不错。自己觉得还不错。对，我说因为。要给有一点点寒寒的，还要用跟米稀，因为你切肉其实这样子也算大块了，虽然没有那个那么大，配起来好吃，很综合，而且脆脆的，对，还不错。因为然后有一些从贡菜脆脆的，脆脆的，有点辣辣的，还不错。安波炒啊，不会炒哦，不会炒。那你可以期待下一道菜了，再来才是今天的重头戏，10年以上的。老粽子，吃吃看，看今天有没有得到，有没有退步，有没有吃到以前的味道。刚刚炒的时候闻是有批豆，有批豆香啦，有批豆，我觉得不错。对不对？吃过呢。我自己不能说不好吃啊，好吃吗？通用的激发。就是这个味儿，耶，就会压在米稀，奇怪哦。在闻的时候其实很香，但是在吃配这个饭的时候就觉得，对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这个口感，对，不错哈，好吃，没有忘记哈，好吃的，记忆周中了，有哦，还有以前的话还会配那个粽叶一起，这样，拿电视，特别唱歌比赛时节啦，特别去比赛我就，我爸爸那个当加油，你记得不？是啊，而且那时候还录到半夜，
对啊，那很晚，那时候讲实在是真的蛮辛苦的，自己也不觉得会到什么到这么晚。周亚红3、4年以后，我记得有一天哦，哥哥突然跟我讲说，现在做的怎么样啊？因为哥哥他就是固定时间关心一下，对，啊，我就说还好啊。哥哥就突然跟我讲说，那个如果有缺钱跟我讲，真的有这件事情，他就想说，如果有缺钱跟我讲，我就那时候心里想说，应该不用吧。后来就有点后悔没有跟他拿，没了，都压他喊嘛，然后给拿过，对，都那目前为止还没有跟他拿过啦，对，但是那还不错啊，表示你还可以啊。那你这样讲起来，我就有想到说，哥哥其实也是还有啊，他算蛮支持啊，哎呀，还有支持啊，对呀。哎呦，不行，有点感动。对，我想到这件事情是真的，真的。哥哥跟我讲过这件事情。对呀。对，爸爸就不用讲了，爸爸都支持你的啦。我还记得我大学那时候参加比赛，因为那时候比较常要南北跑嘛，爸爸都会偷塞钱给我，然后他有跟我讲说不要跟你讲，真的，就是譬如说只是我们查钱给我们使查钱差不多1000元。读大学的时候没有，但是最后我们必修的时候常常跑来跑去啊，爸爸就会塞个1000块、2000块，就不这样。对，就跟某人讲，有人讲某人妈妈讲，他说好安爱弟啊，不过给我使，所以爸爸应该也是算蛮支持啊。而且我也跟爸爸去录过那种唱歌的节目，那个三口冲来捞年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这样想起来是蛮开心的，全家人好像算支持我做这件事情。对，你喜欢的事情都支持了。好，那我决定了，下次会有第4道菜，你今天先enjoy第3道，好，我再帮你服务一下。我已经有吃了，有点辣呢。有点辣，我还想说不够辣是哦，我喜欢辣一点现在。好吃。总係會帶來到希望，理所當然簡單的話，佢唔係自言語言，因為愛無所將命運下。Hanya tu ke ilap se